好，來繼續來看，民眾黨的立委李正秀身份的爭議繼續炭燒。立法院長韓國瑜下晡召集到朝野協商，要認定李正秀立委的資格。李正秀今仔日第一屆參加委員會，面對媒體提出的問題，伊攏無願意接受到訪問。不會擔心自己的立委的資格會有疑慮，因為行政機關目前的態度其實都蠻明確的。記者在問民眾黨立委李正秀攏無應，敢若一直獻手內資料，等要開會。李正秀是佇內政委員會甲內政部陸委會有真濟業務的交流，因過行政機關除了無要提供李正秀的資料，甲互伊質詢，更加認定伊無立法委員的資格。身為召集委員，一定會確保他跟每一位委員都有一樣的權利。國民黨挺李正秀的問政的權利，立法院長韓國瑜下晡會召集黨團協商討論李正秀的身份認定。之後職權會不會受影響？質詢的時候會擔心嗎？適不適宜擔任我們的立法委員？我們還是尊重立法院目前這個協商的機制。李正秀資格爭議繼續在談，海基會董事長蘇嘉全昨嘛帶隊去拜會民眾黨團，強調講交流真正常。不過今日配合行政院無要提供伊資料，攏無講到。他未來會接受他所知嗎？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尊重我們主管機關的意見。只是禮貌性的拜會，所以並沒有講到所知的部分。李正秀資格爭議要安怎化解，就看朝野協商找答案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